伟上，开始甲你交流一下吼，嘿，一个一个拢一直搬出去就对了。普查员请到火房屋的老主人，详细问有关野草路火房屋的历史、建筑工法同内部设计。即马阮调单清调查落来，即马才规大堆啦。啊，恁个，阮早唔知点啊斗，要对地斗倒是袂当斗。我讲可能是一只，这个有可能哦，这个第四代吼，第四代，参加第四代。我知影是到迄落年，嘛是感觉阮阿公啦，陈欧良啦，哦。单元一成立已经整理好的族谱资料，同日记时代的户口名簿。普查员拜访成都的居民，调查伊等的家族建进史，而来写到卢祖南的族谱度。卢祖南是苗栗头份镇卢祖里的旧名的，是个200年历史的老总头。这2年，一群具有理想的菜地居民成立了苗栗县传统七路文化协会，为卢祖南总头历史人文做普查，积极的寻存史资料，希望寻归总头的传统特色。在我们这个整个社区，目前大概有将50座的三合院，大大小小的三合院，这是在整个台湾地区大概很少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聚落。虽然是有点老旧哈，可是我们现在想办法在那边把它整理，环境的整理呀，然后就是聚落整个就是家族的那个族谱的编辑，那再来就是三合院的这个它的起造就做这一些记录。那也对话，这上讲可用来有办法把老嘅三合院攞去保存下来，做嚟本好生人嚟，下擺嚟講嚟到日帶看到喺頭個人生活的情形，所以我也要做經常講，想要把它這個工作去做保存的工作。一條中年人一鋪一腳隻，收盧祖南的族譜，調查老火房屋的資料，為總頭保存的工作打基礎。村民也開始對高程度問起頭擺生活的點點滴滴。那个上大号的时候掉下去，咚就会浮上来的。这个一间这一部分这一区块，那在后面这个2/3的区块，那个是以前是养猪的，养猪跟我们上大号的地方是连在一起。可能完事係啲老火房，老市民去嗰度做生意的時節，突然間恐怖的經驗同回憶，一下講起來如鬼奇妙。3更半要上廁所都要开那个门出来，这个整个暗暗的，这个以前哪有那个水烟灯，哪有路灯，就整个暗暗的就要摸黑，就很恐怖，很害怕。以前小孩子就最怕这一点。米草老火房屋講論無窮用家族嘅生命故事。也有論無窮用年代嘅建築歷史。最早期的是頭家厝嘛哈，接下來是邊那邊哈，就是編組夾泥牆的哈，然後接下來就是磚造的哈，那這個都有都看得到。有的古宅，它在那個同一座那個古宅裡面，古宅的三合院裡面，它正身那一落啊，它是那個編組夾泥牆，它的那個護龍一邊還保持那個頭家厝，另外一邊已經是磚造的，所以很特殊。真的要做一些古宅的那种研究啦，或者是说历史的那种追查啦，我觉得这里是一块宝地。盧祖南都一下還有嗰度保留完整的老火房屋，仍然愛對民國57年講起，佢下邊石化工業一來投分，盧祖里就往葉廠工業去，覆蓋做唔得改建。盧祖南一下邊就從建體40年前的樣嘅，看唔到乜嘅發展。韓國工業區空氣污染嚴重，生活環境改唔好，後生嘅上菜曬出去，請留下年4年較多歲嘅種子，種類有啲位已經落落確確嘅老屋嘅。
咱整个拢去别位买厝哩。你讲少年后像阮遮少年后，拢无伫遮走去买厝啊。厝遮老高哩，空气歹啊。一间老杂货店係中頭度提作為一間雜貨店，裡面除了提亞價嘅賣生活用品之外，也不時會提亞價嘅大嘴股。發展較熱，安尼好啊。有影安怎？我一老人發展較熱啦。老村民贊成中頭有新發展，尤其是喺一等在香港嘅後廠嘅，也都從創業人實望達標2年來嘅成果。一開始睇做中頭普查嘅時節，美國當然對一等叫愛。剛開始他們比較沒有那種概念，然後他們也覺得好像這就是一個被人遺忘的地方啊，然後也沒有人關懷的地方，然後也是沒有價值的地方。有的居民就會想講啊，做嘅無聊嘅現狀去做嘅一樣嘅事情啦你要做咩冇該好用啦又做唔得當飯吃，又不能當飯吃，一開始都會有這種排斥的心理。現在不是了，現在是我就會找我們那個小姐說，哎，什麼時候才輪到我們家裡做啊？什麼時候要來採訪我們啊？要訪問我們要怎麼編輯啊？剛開始做的時間，我排斥了那種方法啦。做久的老記到老人家向我接近過後佢主動就會提供資料本啦。你做久的嗰老人家，我送菜本，主動送菜本啦，全部變得好朋友一樣啦。社區居民嘅集體記憶、生活空間，記錄下來、寫下來，就做得傳承累積。我講到中頭貨房嘅保存實質面，3股有1股嘅老貨房屋已經無人睇咧，像係標預防、標記法，有啲位還強就係冇係咧。唔過居民自家出錢，爭一條落確嘅老屋嘅，實在係幾困難。依家三合院嚟講，全部清 Q 嘅咩，全部立體嘅。對也條來講，佢也條住戶來講，佢根本就講佢冇嘅經濟價值。佢本來喺香港我哋掙來講，佢要花咁多錢，佢花咁多錢來講，佢掙起來又冇乜好，所以講佢也條就唔肯講到佢掙起來。佢一樣冇掙起來，不過整個環境來講的話，就說太凌亂了。如果說要用去政府申請，那又是私人的，又不行，所以這方面我們一直在努力想辦法要怎麼來突破。那我們覺得討論的結果最好的方式就是說，這個產業就是說我們的在地的那個，如果能夠跟產業結合，然後帶動觀光的人潮的時候，那如果說居民有利益上，他們自然而然就會想辦法自己來改善這個環境。嗰個也會同學術單位合作，希望將來學術單位嘅專業為老中頭簽出新價值、新意義。我希望是能夠幫助他們是怎麼樣把這個他們的 background 在文化、在歷史、在藝術這個部分呢，怎麼轉換成一個產品或者是產業。睇下嘅該限得看到後生嘅嘢老化社區度，按用嘅第二新法律。本老中頭重建鐵石屯風情咯，在地協會對年輕居民強勢累積能量開始做起，學術單位係本老社區冇強用嘅想象。我們如果說沒有把整個聚落的那個凝聚力弄集中起來的話，我們要去做這個工作，真的實在是太困難了。好，那所以說我們現在的話，漸漸的話，就是說也要把一些我們這邊的有一些認為它有文化它的保存的一些元素的話，我們就說慢慢的話把它收集起來。好，就是說我們現在是在做累積那些能量。怎麼樣可以去應用它這樣的一個閒置空間，怎麼樣活絡它？比方說，是不是可以有文史資料室？那甚至於是不是可以有吸引藝術家？或者是其他的手工藝的師傅，怎麼樣來住進這個社區，然後來帶動一個所謂的這個商業，或者是所謂的這個就是文化創意產業這樣的一塊，這樣的事業，然後是不是可以就是吸引我們說的吸引那個所謂的境內移民這樣，然後慢慢的看看可不可以留住年輕人，然後吸引外面來的人，那我想就是可以活絡這一塊地方。
行业出家72年历史的老屋嘅陳老先生，佢熱心嘅講論老屋本單插件內容嘅，本協會後生人感通到，韓國嘅表示對老祖公嘅尊敬。陳老先生決定愛重新裝老火房，同時對老屋嘅熱心比例，以心肝調度，做出已經蠻好安用嘅作為。種落嚟，咱種起來哦，也了所有村養地頭，啊，這個地頭漢時太前裝老屋，除了愛為陳屋子孫留下紀念，陳老先生還個希望做出好用嘅商人來學。家己下後生嘅，就是唔係講以前咧用嘅樸素，以前咧用嘅勤儉叫一隻家庭，所以我哋下我做一個留念嘛，所以我想講種好了後，每年一次，我只愛休息，大家哋就子孫向下。了後呢，我就講一個故事啊，阿公啊講過，好子孫啊知，而且希望那安尼做啊，我相信我哋啲路子弟啊，哈，可以做得講大家會均真，哦均進。愛嚴定落啊！大家向下。開張200年，漸漸嘅50座大大細細嘅火房，家家戶戶有能講也講唔起嘅故事。雖然過去嘅老頭輩睇歷史嘅從河把度，像沙尾樣嘅流血，無處無見起嚟。我見面對家鄉該深該真嘅感情，係永久唔會停用起。因為他在台灣的話，已經算是相當稀少了。所以說，我們的堅持這個理念的話，我們想說，只要我們肯慢慢的下去做，我相信有一天的話，它這個三合院聚落能夠保存下來。泸州南路總頭延伸農業工業區無碼嘅發展，點到保留嘅完整嘅火房農村景象，總頭嘅歷史文化資產，也以常看到嘅發展嘅成功。喺幾面牽手同心嘅打拼下，未來嘅泸州南睇下萬華嘅康嘅地圖，將會有無窮用嘅發展同貢獻。